又有好嘢介紹啦！喺上水呢度有間叫東京翼，咁咧有啲華為嘅正版充電器。嗱，呢隻咧就係66個 W， 即係66瓦啦，正牌嘅就賣60蚊，喺華為專門店咧就賣82蚊嘅。咁有一隻咧就係華為嘅適合香港充嘅 BS 頭。呢隻咧就係呢隻咧係幾瓦咧？睇唔清楚添，細瓦數啲嘅係就係40瓦，就賣40蚊，華為嘅正版嘅。咁有一隻更加勁嘅。就係華為100瓦，100瓦，好勁，好快充，有兩個頭可以，一個Type C 啦，一個都係 USB 頭，100瓦，充滿手機都唔使1個鐘搞掂，好勁呢隻。華為專門店咧。呢隻賣成接近2嚿水嘅，好抵買，得閒過嚟睇下。仲有啲華為手環特價，半價，大概半價出售，正牌嘅，好多隻顏色，有黑色啦，有粉紅色啦，全新嘅，包好嘅。